顶日啊，风台大扫罪扫过台湾，透风落雨，南海公路因为山区落大水后，致使一寡路段崩山，即马可能要用3个月时间来修理。另外，伫金门甲高雄真侪所在，路边的路树是互大风扇倒去，甚至有个陷着车。 道路大地土石堆，附近路面甚至随着路基同齐崩落。多数的风台为山谷带来行人雨量，造成南环乌口平台到向阳路段严重崩去。有计要修复3个月，南环贯通日会延到90月底。除了山谷路段受损，平地也有几啊件路树倒去的事故。高雄为27到30为止，就接到900件路树受损，也是起倒的通报。交通的部分，我们都已经全部排除障碍。重点公园完成90%，今天已经进入邻里公园、小型公园部分，预计在这个礼拜内全部把它做一个清除完成。护树团体研判，多数路树起倒，可能是树叶无够大，也是下边有阿妈土岩坑，造成路树树根无法度爬深。建议高市府会当进行树倒调查，厘清原因。有一寡路树未堪你强风大雨倒去，有一寡树仔拄啊停过风台，就出现断尾事故。百斤重的树尾落落来，好佳在轿车咔嚓经过倒过一劫。代志发生伫金门中正国小门口，门前的100年老青仔树，树尾31中道无有景落落来。林务所警官小波赶紧到场留防出线。那边停了一台白色厢型车，然后我们校车刚好进来，然后一台黑色轿车过去。对啦。哦，没有找到车子。没有，只有扒到那个驾驶座的车门。 虽然风台大扫雷已经离开，不过会继续关注天气状况，甲感受有因地灾害发生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